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星潮，在小绿和小蓝第2季中为小绿配音，还是挺期待的，毕竟是从刚入行的时候录的作品，这几年过去，我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成长，还是录的时候还挺感慨的。而且这一次，只有魔王篇这一个系列故事，也能更好的进入角色，能保持到更好一些。想想好像是第1集，小绿在跟小兰说，什么七国使臣啊，然后要选新的勇者的时候，小兰的情绪比较低落嘛，然后小绿说了一句：“你羡慕吗？”其实小绿这个角色一直以来也是在魔王篇里面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偏于细心一点的存在，他只不过可能有点腹黑而已，所以包括后面的故事发展，可能都与这句话有一点点关系吧。7月12日，哔哩哔哩，过来看吧。